包括人我也没些，弄能被教材吃也不一定混懂的啊，很多给的梦的话还是不能对给你混懂，只要了解，我的话刚好教出门我自己选择分享哈。混动腿的话要被你胃部刮破了嘎，然后呢这个配置，不成的话教出一个人让荣耀你想做，都指望凹踩脚你尾，然后呢腿参与被你腿部低背让你活动。上台的话就是你只要交购置税嘛嘎，加上保险交在上台就可以落户了，非常的划算。没车不懂的话，到200万就可以办他所有的手续。那可能的话就是一方面的话，弄到还我都觉得懵懂，我还干脆就跟你分享话。我现在的话就是纯电的状态下的话，就可以配合100公里，然后照台电同时的股的话可以配合1采公里，非常的划算。然后的话很强的，非常的划算。然后呢，性能很强啊。那可能的话。如果大家对你混动感兴趣嘛，可以到后店找我了解一下详情。没车的话，你觉得可以只要几百万哦。没车的话，就要参与活动哈。啊，你可能话准备到姑姑呢，或者小妹呢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想没车你到晚上来找我喽。